母庙来推出这个外港大菜，就是希望讲，在咱迄阵全盛时期，酒家菜一个特色菜路来奉献，来呈现，互咱来游客。啊，这袂甲咱当地一个菜地方小吃来做一个打擂台，因为咱的地方小吃喜欢吃意面，喜欢吃打枪鸡，我们也会去欣赏去吃。你也想讲要食阮永春啊繁华时期的地方的特色菜肴，咱嘛会使来母庙再来欣赏。所以是来提供，互更较侪人有更较侪的选择来咸水，拢会使食到无同的地方小吃，地方特色菜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俗谚一府二路三艋甲4月金，盐水曾经是台湾重点经济城市。在商业活动蓬勃的孕育之下，应酬文化也留下许多在地特色佳肴。盐水区近期推出粤港大菜，邀请大家在盐水风炮、月经港灯节、盐水意面之外，体验更丰富的文化特色美食，让游客在盐水小镇感受更多时代风华。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盐水武庙餐厅，来重现过去的粤港大菜。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美食之都，但是美食之都绝对不只有府城，在原来台南县的地方，我们知道一府二路三艋甲，还有4月金，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最繁荣、最繁华的，也就是我们的盐水。所以说盐水有很多这个菜色，当然有所谓的酒家菜。那过去的酒家菜，现在经过改良之后，成为粤港大菜。所以那欢迎大家来台南来盐水的时候，不仅可以看风炮、看月经港灯节，还有看月之美术馆，还可以吃大菜，吃到我们粤港大菜。所以我想非常多的这个美食，我们请了大厨来精心调制，将来也会在盐水的许多的餐厅、大街小巷都看得到。我们也很希望各位好朋友，大家来看看我们盐水除了美景，除了很好吃的水果、番茄意面之外，还有哪些大菜，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盐水看美景，吃大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0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这波疫情，搁开始压起来，市长黄伟哲一透早特别前往新雅市场来关心防疫的状况。市长除了呼吁大家一定要挂好喙安以外，嘛要求经济发展局爱辅导摊商做好环境的消毒，将防疫做好彻底，确保乡亲会当安心消费。面对 COVID-19 疫情，搁在紧张，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前往新雅第一市场关心自然节、量体温、甲摊商的环境消毒等防疫作为。面对北部不排除恢复成3级警戒，市长强调这毋是吓惊人的。一旦大家防疫放松，就会重演过去。尤其这波传染特别强，呼吁大家一定要将喙安挂好势。那希望各位好朋友。尤其年节将近，年关将近，那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提过了，如果疫情在向上升温的话，不排除北基桃要恢复成3级警戒，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当然，这不是吓人的，这是可能疾病就在我们眼前了。因此，我们虽然在南部，虽然防疫工作做得不错，但是一定要落实。如果大家有出现防疫疲乏或是松懈的话，那我想说，这个疾病就在你家门前了哈，很容易就来敲门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也呼吁各位好朋友，在年货大街也好，或在传统市场也好，或者是在一般的超商也好，大家采买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戴口罩。那既然就算拍照的话，也必须要戴口罩。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例外，演讲啦、讲话啦、致辞都一定要戴口罩。要拜托各位，这波疫情传染力特强，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防疫工作做好，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生活没烦恼。
过去咱的防疫拢做了真好，不过现在已经增加12个本土病例。面对新一波的危机，大家更爱将神经病甲安安，所有防疫拢同款来彻底。市府嘛积极辅导传统市场，确保大家安心在市场消费。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谢谢哦。立委罢免甲台中第2选区补选，哪赢伫个这2个选战拢失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选后第1届出面，就来到台南的大天后宫，甲地方的民代以及基层的里长进行座谈。会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任何失败甲责任，伊会全部担起来。国民党12上午伫台南大天后宫，甲党籍议员以及基层里长进行座谈。伫结束会谈后，接受媒体询问9号中立补选以及立委罢免的结果。朱立伦表示，伊会扛起任何失败甲责任。对于这些失败或责难，我意见放弃。但是我们对于民主的制衡的道路，我们绝不终止，继续努力。这次的表现当然不如理想，我要跟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昨天我第一时间也打电话给我们的候选人，还有很多的党公职。谢谢大家的辛苦，大家的努力。今天开始，我们在台南刚才跟基层的里长座谈，就是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止，因为面对最重要的2022的选举，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倾听基层的声音，尽快的布局，尽快的提出我们的候选人。另外，针对2022的选举，国民党伫全台上艰难的选区就是台南。朱立伦表示，将会尽速伫农历年后成立提名委员会，到时一定会推出上适合候选人。对于2022的布局最困难的是台南。那我们一定要从最辛苦的地方尽快的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所以在农历年后，我们就会就完整的包括提名委员会跟提名协调策略小组。我们就会成立。那针对台南，我们一定要来听一听地方的心声。就像上个礼拜，我在高雄也都是听一些基层的里长、基层的声音。我们透过这样的座谈，大家把国民党的困境，还有大家共同的心声讲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努力。国民党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层的努力。一步一脚印，我们才有可能从谷底当中翻身，不然的话百废待举，每一天沉浸在彼此互相的指责或攻击，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大家一起从基层出发。为公投、补选到罢免，国民党接连失败，要如何找回支持者的热情甲团结气势，考验着主事者的智慧。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翁玉芳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经过2审判刑确定，选委会办理改职，并且由该选区相关票落选的董品娥递补，10号正式宣誓就职。董品娥表示，迟来正义嘛是正义。曾经担任国大代表甲立法委员的唐品娥，伫个县市升格以后，担任过2届的台南市议员。这届因为同选区的议员翁玉芳诈领助理费被判刑确定，因出来递补。10号上午，伫个议会议事厅举行宣誓就职，由台南地方法院的厅长梁淑梅担任监事官，包括副市长赵清惠、市府秘书长甲济位的一级主管拢到场参与。以事以至诚，恪遵宪法，效忠国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不干涉司法。如为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我们的谭碧娥议员递补第3届台南市议员。谭碧娥曾任第2届的国民代表、3届的立法委员，以及县市合并生活直辖市第1、2届的台南市议员，
资历相当的丰富，对于地方的建设以及人文关怀不浅一力。期待谭碧娥议员的加入议会团队后，让我们共同监督市政，关怀社会弱势族群，为市民谋取最大的福祉。伫个宣誓就职以后，唐碧娥马上签到。伫个亲朋好友的陪同，嘛伫议会民进党团来召开记者会。伊表示，未来将会摕准选民的寄托，袂去肖像民脂民膏。虽然这是换来的正义，但嘛是正义。不能辜负人民对一个从政工作者的期待，必须战战兢兢，为国家的民主发展，为地方的繁荣发展，为人民的权益来全力争取，绝对不可以有私心，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背弃人民的互托，违背党意。所谓的民膏民脂，耳奉耳入，下民意虐，上天难欺。终有一天，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进前因为受伤住院，加上住疫苗的关系。唐碧娥上午也是抱病来出席，规个人不但消散，而且讲话嘛无力无力。不但有亲戚朋友为伊唔甘，民进党团的总召刘美珊嘛特别代表党团来献花，欢迎唐碧娥回来党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客家区一名年近80岁中风的老大人，因为行动不便，坐甲倒拢伫个一条椅仔顶面。而且也无眠床通好困，平常时的生活，就靠85岁阿姊照顾。议长郭信良知影以后，特别前往探视，并且递赠慰问金，希望改善因的生活。透过华山基金会的牵线，台南市议长郭信良9号上午前往客家区林德里来关心单身的长者的现况。发现阿公住伫个真矮的1楼，而且嘛无厨房，只有角落用电锅加雅士炉来煮饭，而且嘛无眠床。平常时的坐倒拢伫一张椅仔，因此基金会甲议会嘛特别捐赠一张眠床加慰问金，希望改善长者的生活。透过华山基金会的注意的一个户人家呢，因为是社会边缘人。那长期呢，中风卧病在床，2个老人家呢，环境也居住的不是很 OK 了，那就一些的志工，台南市议会闻讯以后，因为要过年了哈，来这边呢，将那房间呢打扫环境，整个整理清洁，致上一些慰问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过年，我们需要社会大众。对这些弱势或者是社会边缘人，希望能够加以呢重视，让他们感觉到社会有温暖。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维持这个社会的祥和。议长表示，单身阿公平时甲阿姐住做伙，高龄85岁阿姐爱照顾78岁倒伫门床的弟弟，敢若是维持日常的生活就真困难，更加莫讲是摒扫环境。因此，华山基金会甲议会人员嘛加入1天的志工，帮助单身者弟仔来摒扫环境，准备来过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渔光岛今年来已经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不过游客愈多，本色也愈多。台南市日本人协会就号召台南市历史公会、月牙湾慢跑团、东东餐饮集团等单位，加上环保局的同仁，伫渔光岛举办净滩活动，透过台湾、日本以及公司协力，做伙来保护海洋。台南市日本人交流协会伫去年7月成立，随即投入各项在地公益活动，包含送绘本予台南市图书总馆。办理亲子绘本，招待偏乡学生参加耶诞点灯活动等等。这次更发起号召，甲台南市历史公会、月牙湾慢跑团、东东餐饮集团、基美食品等单位做伙来净滩，保护海洋环境。台南历史公会还有东东餐饮集团、基美食品，还有月牙湾跑步团，大家一起要来渔光岛，净滩活动。因为是快要过年，我想要去为迎接过年，还是要那个，因为渔光岛是一个日出环境很漂亮的地方，所以为了准备过年，我想要去那个这个漂亮的海滩，干净，非常干净，要跟台湾的朋友一起要迎接过年，所以今天我要发布。要大家一起要净滩活动。日本台南协会愿意发起这样一个净滩活动，那不但是促进两国的友谊，也确保了我们环境的清洁，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机会特别再感谢日本政府在过去的1年对台湾疫情疫苗的捐赠的协助，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来跟日本政府表示我们的谢意。日本人协会还有律师公会，还有我们奇美食品跟我们东东餐饮，大家一起，大家的共襄盛举，让我们这渔光岛夜湾会是变得更干净，更美好。市长王伟哲8日第一行程，一透早就先来到渔光岛，向现场净滩志工表达感谢。抱着感谢的心情来感谢几个团体包括台南市日本人协会，包括奇美食品，包括月牙湾跑团，包括台南市律师公会。还有包括东东集团，还有许许多多的热心的市民朋友，来一大清早上6点30分就来我们月牙湾海滩来帮忙做净滩的工作，大家一起来清洁我们的城市，清洁我们的海滩，共同来守护我们台南市美丽的环境。台南市政府新闻以及国际关系处政治部表示，台湾甲日本伫3亿大地震以及新冠肺炎当中互相援助。台南甲日本也交流密切，不管是伫官方也或是民间，拢互动非常频繁。这次净滩更是再次见证台南人甲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美好成果。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的治水一直是施政的重点，这几冬来饮水的范围甲深度，逐冬拢有缩小改善。水利局强调，新的一冬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除了持续争取经费投入治水，嘛会针对清水、净水甲活水干部来努力。为了打造幸福好徛起的城市，虽然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不过市府一定努力地减少饮水的范围甲深度，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改善排水方法。根据水利局长表示，市长黄伟哲就任到今，已经投入143亿的相关预算，包括要洗清安中河的臭名，彻底整治，嘛得到真好的效果。我想我们今年度大概也完成了一个3座抽水站的一个新建还有滞洪池。那这整个呢，我想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昆山科大，还有中华医师科大等等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安中路那这个部分安南区安中路，我们看到我们几个过去常积淹水的一些路段这样目前的一些透过我们的一些排水防洪设施那现在也提供很好的一个效果。台南除了重视治水，如何兼顾景观、亲水甲休闲生态，也就是水环境的整体营造，嘛是新的一冬持续努力目标。有会特别就是提到我们的水环境营造的部分，那市长也会在特别期许我们水利局在我们的所有的排水防洪整治
之外呢，把我们的一些排水设施的部分能把它这个排水能做一些优化那这部分大概也是我们未来会再持续争取经费来办理。水利局强调，滴水无上好，只有更较好，伫有限的资源，导入相关的水利建设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的一档在进步南区国税局的艺文展览区，邀请到振兴茂书生共同展览优惠，除了要让民众欣赏多元的创作，嘛要借此鼓励长辈透过画作来延缓老化。欢迎民众为今仔日开始，一直到3月25号前往欣赏。过去曾经家里幼幼等画会，不过现在对幼儿到时代拢开办授课的郑新茂，专长素描、水彩加油画。这5日当来，传来学生伫眼空社教馆、南台别院等等拢办书生联展。透过展览，除了鼓励创作不断进步，嘛是一种作品加经验的交流。2022年新的一档，已经在进步南区国税局邀请来办展览，5号正式开幕，场面热热。请揭幕。目前有23位学生的郑新茂，以退休的老师甲社会人士为主，其中也有高龄90岁学生，嘛予伊相当的感佩。希望借着画作，互长辈行出户外，用创作来延缓老化。有走出你的户外之后，你会跟我们一群人所在一起。那在绘画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就会慢慢的让你的思绪有所转变。因为你会想你要怎么去构成你的图画，你会想你要怎么去进行你的每一笔每一个线条，这样子下来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脑子都有在动嘛，对不对？有在动的话，他们就会慢慢的不再那么的快速老化，所以我蛮鼓励说，不管你是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走出来。这摆展览的创作都是甲作者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嘛是因家己喜欢的主题，所以画起来特别有兴趣。对学员来讲，因对完全无经验，到会当有舞台办展览，用画图来交朋友，相当有成就感。因为都不懂所以进去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说你要照自己的意思，把你生活中比较有趣的或是你想的。比较好的就把它画出来，结果大家都画得很高兴所以现在很多那个退休的老师或是那个乐龄的同学都有参加这个我们绘画班，我是感觉很好，回家可以把我们去玩的到哪里好玩的地方也把它画出来。这摆展览总共58个优惠，欢迎民众对5号开始，一直到3月25来到南区国税局高楼艺文展览区欣赏。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